这学期末要交500支标本，期中考先交200支。你记得哦。要变呢，想跟你找了。蟑螂的解剖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昆虫比它更容易取得。昆虫呢，唔是电灯，什么叫昆虫呢啊？就会爱虫，爱哪些高等的人类？可能会爱低等的昆虫。昆虫只有5秒钟的记忆，那有乜嘅愛啊？太后3年，我用过啊，冇用过啊。女神和暗虫 ，relax 好冇？千玺被抢板压在甜心，但唔會比吹重壓嘅。你们3只小蟲，好像哦。